公司第2代，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化工一次倒戈以后，今仔日韩大总统伫咧指挥东无娘文化柜相当，双方定数的是拢讲希望社会安定。因为大门金门机场今仔日坐机房临时取消，上诉讲因为方面通过，明仔载开始中部以北时开落雨。运动了后，加温疗法会当互筋肉赶紧放轻松，但是在法国有人因为用加温疗法的时阵，急速挂涉致死死亡。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9日暗新闻，我是陆湘如。新闻的头一条，带大家来关心国内的政坛。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17去北检声援国民党集会的时阵，化工支持倒戈，引起社会的议论。那今仔日早起总统赖清德伫咧台北参加指挥党无娘文化柜的时，蒋万安伊嘛有去，不过两个人拢无啥物互动。不知个在定数的时阵双方拢有讲到希望社会安定。受邀请来嘉年华示警起驾仪式现场，内政部长刘世芳甲台北市警察局长李世豪伫入口的所在讲话，听候台北市长蒋万安、总统赖清德陆续到会场，赖清德甲蒋万安简单握手致意。是真要当面向总统提解散国会吗？蒋万安进前去北检声援国民党集会活动，提出倒戈了后，头一届甲赖清德同台，两个人伫庙方人员引导进入指挥党参拜。活动时阵，两个人各坐一边，中央是庙方人员一前一后上台致辞，拢祈求国泰民安。最近，台湾面对外在形势的险峻，内部社会也不应该再有太多的风雨与纷扰，一起努力向前，为民谋取最大的福祉。我足希望在咱上山指挥党无娘保庇之下，咱国家会当安全，社会会当安定。人民会当安居乐业。针对北检侦办为做罢免连署案，声压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丽锦如8日透早裁定无报请回，蒋万安表示将唔甘全力声援。其后民进党议员呛讲蒋万安进前到北检参加集会是带头违法集会，为难台北市警察。确实就是有不法的事实嘛。今天如果没有不法的事情，其实也不用这么大动作。北院的裁定也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黄吕锦如主委并没有犯罪的事实。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一暗到北检声援黄丽锦如，再去国到台东市党部出席政策说明会，就乡亲2日上开刀表达心声。我们真正总动员是4月26号对赖清德来怒吼，我们共同反恶霸、战独裁。大罢免，大成功。到伫国民党上街头前1礼拜，网称8将等人就拒绝统战守护台湾大会，下晡伫开刀上场，真侪立营民代嘛到场宣讲，罢免哪位的团体嘛伫现场摆打拼2阶段连署，大罢免小拼场战线扭到街头，持续伫对射。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美国对顶关税策略，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有各部会首长今仔日去到新北市的产业座谈会来了解产业的状况。杜英泰是表示8月会宣布20项措施来协助产业转型渡过难关。不过有企业是建议讲，莫干那压钱补贴，是呼吁政策嘛着要有配套。行政院长杜英泰甲做中央部会首长8日出现伫新北市土城工业园区，美国关税战冲击产业19新北市产业座谈，对着业界烦恼，杜英泰强调，对去年7月就组成经济外交相关的工作单位，一直到10月美国大选，也成立台美经贸专案小组，真紧来应对这状况。今年佫再推出9大面向20项税法来协助产业面对难关。下礼拜一9大面向20项措施支持方案的申请的程序条件内容时程就会正式对外来公布，我们会放宽申请的程序。
中央地方也强调，大家手牵起来斗阵合作。新北市评估包含资通讯器材、金属机械、厂家纺织这拢是受灾户。经济部也评估，113年台湾对美国出口达到1114亿美金，其中资通讯电子零组件就占65.4%，传统产业产品大约占5.8%。评估广义的机械产业，包含中小型工具机甲产业机械冲击较大。购置 AI 以及节能减碳的这方面的投资，也给予投资抵减。同时呢，把原来支出上限10亿元，扩充到20亿元。财政部是搁再讲到，18立法院三读通过三重条例修正案，在台湾方面辅助企业，严格关税影响全面真大，行政院880亿产业支持方案，企业普遍持保留的态度。要纾困的话，多少钱都不够啦。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一次性的。我们如何能够整合出一个，让我们要的是工作啦，不只是钱啦，有一些法规的这个松绑啦。全国际局势真歹有切，厂商心中也真紧张。中央地方要民间开启单位，只希望共同来渡过这难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来看地方的大代志哦。昨昏伫咧苗栗头份，警方接到报案，有一个查甫人介称是因为感情的问题，竟然举刀强压伊的女朋友。警方甲口抗说无效，后来警方开2枪要甲阻挡，结果这个查甫人刑砍调枪送医不治。检方是照涉犯过失致死罪嫌，裁定这个开枪的警察3万块交保。救护车赶到现场，查某人互人扛上车了后，救护人员持续做 CPR。苗栗关头分区49岁生出来查甫人，18反正20分，好亲像感情纠纷，举刀划伤，而且劫持姓陈的同居女朋友。赶到位的员警话声无效，开枪阻止。生出来查甫人倒行调枪当场乌卡，送医急救也是救无倒来。苗栗地检署暗时询问了后，依照涉犯过失致死罪嫌，裁定姓吴的员警3万块交保。本署也择期安排解剖，以确认实际枪伤部位，并尽力搜集相关事证，详尽查明事实真相。有听到很混乱的声音，对，但是我不确定是什么事情，只看到很多警察这样子。附近的民众讲有听到枪声甲吵闹声，不过无清楚发生什么代志。警方是讲有接到民众报案，有家庭暴力案件，到场的姓吴员警要求生出来查某人甲刀仔放落来。不过对方毋无插，颠倒向警方挖进，考虑被害人也有家己的安全，所以开2枪阻止。对于检方交保的决定，感觉真意外，不过尊重，强调会积极协助员警面对司法的诉讼。本分局对于地检署检察官交保之决定，虽感到惊讶，但也只能尊重。对员警因公涉讼，必定给予积极的协助，不会让勇于认识的同仁孤独面对司法缠讼。生出查某人家属甲女朋友代志发生了后，到上检解剖室协助查清楚案情，全程拢无讲话。检方表示，目前只是侦查初期，后续的客观中立原则查明楚真相，维护社会的公义甲法治。记者综合报道。民众若是有需要地方政府到服务的代志，拢会当卡1999市民专线。为着要来分担市民专线的工课高雄市政府自3月底有推出 AI 系统，也毋过实际上伊提供的资料常常有错误，甚至有资讯安全的记录。就有民意代表都要求市府要赶紧修正。研究会是表示，目前是要在测试的阶段，6月底正式启用进程，因会来改进。想要知影徛街附近粪扫车清运的时间，民众透过市府 AI 智能服务问问题，系统却无法度回答。这是今年3月底高雄市政府推行上新的市政咨询方式，不过问题未少。问他高雄市副市长是谁，他回答李四川；问他下礼拜高雄有什么活动，他回答已经结束的大港开唱。那如果民众在台风期间呢，去询问如何领取沙包，结果他提供外县市政府的电话的话，那当然会造成民众很大的困扰。为着疏解1999专线平均每个月7万通的服务量，市府伫3月底推行 AI 智能服务分线负担。不过新系统回答错误、资料过时、各风台、风灾的等等，拢无法度回答，甚至伫智能服务建议的问题内面，佫显示出其他使用者的名、电话等等资料，自然引起质疑。是不错啊，因为可以减少人力成本。但是我觉得那个 AI 库不能回答问题的原因是，它可能里面资料还不够完整。我觉得他们可以再多加一点资讯进去给 AI。有设定不能讲出个资，可是它那个是因为是
问的人的题目啊，这确实是我们没有想到，这我们赶快来处理。新系统公开测试3个月，严科会希望会当赶紧解决错误，估计上紧6月底正式使用。同时嘛强调，正确率一定要通过，会继续要求系统商来改进。公司新闻李雪文交管高雄报道。咱镜头转到国际哦。美国总统川普10月公开表示，若乌停战的和平协议，若是无法度伫咧地期内有进展，美国打算袂阁继续做公亲哦。国务卿卢比奥嘛向欧洲证实，川普已经无耐心啊，甚至有可能会承认罗西亚伫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权，来促进俄乌战争赶紧结束。然而，乌克兰是烦恼讲哦，川普的态度有可能会致使美国停止军援。美国总统川普10月伫白宫警告，若是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得到明显的突破，美国会考虑退出相关的协商，袂阁参与。If for some reason one of the two parties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we're just going to say you're foolish, you're fools, you're horrible people, and we're going to just take a pass. 川普表示，有看到俄乌双方拢展现出谈判的热情，不过嘛，搁再声明战争不是因引起的，伊只是想要斗3天结束。Do you think Russia's playing you? No, nobody's playing me. I'm trying to help. You know, this was Biden's war, by the way. By me getting involved, you know, they'll say, "Oh, the Trump. This is not Trump's war. This is Biden. This is a war tha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川普捌真侪届承诺，伊上任的24点钟内，就会当结束俄乌战争。不过10月，伊原来头一届表示，可能会放弃协商。美国媒体10月指出，为了赶紧达成和平的协议，川普有可能对罗西亚做出重大让步，承认罗西亚有克里米亚半岛的主权。克里米亚伫2014年去俄陆军入侵了后占领。若是美国做出承认，安尼会动摇国际反对用武力夺取领土的法律也加条约体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真侪届强调，袂割让任何领土。莫斯科伫10月表示，美国领袖应该赶紧安排直接对话。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на этой неделе контактов не запланировано, 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скажем так, налажен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позволяют весьма и весьма оперативно такой разговор согласовать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随上，川普顶礼拜就已经私底下甲国安高层表示，有意退出协商俄乌和平协议，强调家己耐心得要用完啊，会考虑转向其他的外交议题。10月，卢比奥嘛敲电话予北约秘书长吕特，搁再声明美方考虑退出协商的立场。卢比奥17日伫巴黎甲法国、英国、德国以及乌克兰的官员召开和平谈判会议的时阵，嘛向参加会议的人传达川普的不满。真侪的欧洲外交官认为，卢比奥的言论好亲像是伫向乌克兰施加压力。乌克兰方面是认为，川普的态度可能致使美方中断军援。公司新闻景冠庆编译。现代社会侪人为着健康性运动，有一部分的医学观点是认为加温疗法会当互筋膜放轻松，赶紧恢复。真侪运动员拢会使用，那伫咧这几年嘛变做是一种趋势。但是伫咧法国算有一个女性因为在使用加温疗法的时阵，激素外泄，致使伊死亡，也有一个女性是脑死。这项技术的安全性问题嘛引起关注。法国巴黎一间真有名的健身房，就是暗时发生重大意外。这30多岁女性参加长跑了后，到这健身房进行冷疗来放松筋膜。验过过程中，氮气汹汹泄漏到密封的空间内底，造成氧气真紧减少。这查某人互赶紧送病院，验过不幸第10倍宣布脑死。事发当时，健身房另外一个20多岁女性员工，人敢若也伫个治疗舱内底，也是当场死亡。有氮气是无色无味气体，会真紧来排掉空气内底氧气，造成输入去的人会欠少氧气而无气。事故发生迄天，健身房的水管正伫维修，初步调查认为，液态氮的设备伫施工中敢若出问题，全这健身房已经停业接受调查。冷冻疗法是一种真低温的治疗法，将人体放伫零下110度到零下170度的氮气舱，也是冰水液内底，过程袂使超过3分钟。部分观点认为讲，冷疗会使激化筋膜恢复，对着肺流量的增加有帮助，更加会使有效为身体来提供氧气，排出体内废物，激化整体代谢，也受到真侪职业运动员的喜爱。法国卫生部2022年规定，全新冷疗舱属有医疗设备，应该符合欧盟医疗设备规定要求。
也过法国一直到即阵，领疗也无予医疗保险来纳入。其实早伫2015年，美国拉斯维加斯就要发生相款意外，一间领疗中心的24岁女员工想要用领疗来缓解痛痛，结果第二天，互同事发现已经死去啊，身体冰冻，敢若像石头遐尼硬。尽管领疗市场扩大，也毋过专家又警告，冷冻疗法存在致命风险，心脏病患者、呼吸道疾病患者、高血压也是血液循环问题这相关的族群，拢被认为讲是无适合领疗的。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过来带大家关心天气哦，因为大风的关系，金门机场今仔日真侪机班是临时取消，游客行程嘛受到影响。气象署表示，对明仔载开始，因为有风面会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所以中部以北是较高落雨。刷电机一直放，店主无用备料包装。台北市时啊，伫早起11点半，高温就到34度半，天气翕热。外边消暑退凉的人客真侪。台北市市中心过到了后，高温也33度8。气象署表示，虽然礼拜有一波方面的报道，正方面会落雨，不过一直到后礼拜三，一波方面报道进前，各地拢是偏烧热的天气。22号这一天，由于西南风比较强。在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山区或者是河谷的地方，温度也是蛮热的。气象署嘛持续发布高温特报，拜六到礼拜，金门甲马祖拢开有局部雾，也是低云影响能见度。拜六透早，金门机场都因为能见度无好关场，真侪台航班取消，因为天气无确定，航空公司嘛打监听报道的公告，旅客只好伫机场持续等待。9点半的班机。全满，就是等到现在，班机全满，所以要等加开班机才有可能。还没开始叫号？还没有说要加班机什么，还是候补怎么处理这样？都转后通知了。甲雾散去8点50分，搁再起降。下晡金门地区又搁大雾，机场搁落该关起。小传统的部分，金门水头到厦门5通，早起晚近8点嘛捌停航，一直到气候达到开航标准才营运。海空交通几条街划停，初步估计差不多影响1000个旅客。提醒民众出发前爱先确认航班还是专班是毋是有变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大稻埕的街区，也有文书是维持甲真完整，但有国内外游客来遮行大佚佗。为着要推广戏曲文化，戏村大稻埕自新过才被开幕。今仔日特别邀请来自云林的湖北各种本地戏团来表演哦，也有店家结合旧衫裤，也有人外地的布料，甲民众家己来做本地戏，红啊是不真趣味，咱做伙来看。胡小主。藐视我宇宙，看过来！学生家己请红仔，佮家己分鼓吹讲锣鼓做文武场造角。以学校的本地戏团来讲，有后场是真罕得看到的。戏村大稻埕第1场的传统戏，请云林的湖北各种本地戏团来表演。学校自2019年成立本地戏社团到大，后来有真侪学生加入。今年佮得到全国学生创意戏剧比赛得优的肯定。拜六受到邀请来到台北大稻埕永乐广场办古彩戏《乱世英雄黄巢》，予游客欣赏。就是将传统的艺术就甲传落去安尼啦，莫讲叫长去安尼，嘛是爱学校的配合啦，佮家长配合上重要，囡仔有兴趣。今仔阮高中有本地戏社团，就加入是阮个后场有锣鼓来，佮有鼓吹的人来，互阮的节奏较分明。大稻埕逐年春天拢会举办戏村大稻埕的活动。今年除了传统戏曲的表演，大稻埕在地有真侪布行，有店家长期在推广衫裤循环教育。这届嘛办活动，运用旧衫裤，也有布行无爱伫的布料等等，教民众做家己的本地戏红仔，嘛通了解衫裤循环再生的理念。你无爱穿的衫吼，会使卖单调，会使做别项的物件，会使做包袋啊，还是会使做你伫个生活当中会使用到的物件，教民众熟悉这个衫甲土地甲环境的关系。结合传统戏曲，毋但看戏、学做戏，互来到戏区的民众通体验传统戏曲迷人的艺术。主办方大稻埕创意街区发展协会嘛，串联在地店家的力量，毋望互国内外游客了解大稻埕的在地产业，也个文化活力。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做一个好甲歹，对成本有真侪重要的影响哦。
中华德东社区伫2022年有打造一个生态池，内底有台湾原生的水生食物甲生物。社区嘛推出生态体验课，教民众安怎透过观察生态来了解这水质到底是好啊歹。我好就一只细卡，一只细卡。囡仔人手提网仔伫生态池边仔好来好去，有四卡、虾仔，阁有台湾原生种三界牛仔。这是中华德东社区营造的水环境生态园区，只讲先带囡仔人检查水质、度水温，判断水的污染程度，阁来观察生态池内底有啥物生物。我有时候就观虾啊、鱼啊，搁落来。感觉真有意义啊！就会当知影讲，这个水质安怎较是较好的水质啊，袂歹啦，佮有教育的意义。中华德东社区2022年，甲社区内底一块偏远的地整理做水环境生态园区，有代表地方产业的莲花池、毛种水蜡石、台湾水龙、生态池有放米虾、牛屎节甲等等，拢是台湾原生种的水生食物甲动物。社区嘛推出生态体验课，要教民众安怎分辨水质的好歹，了解在地生态。即摆咱会看会到的产园拢是用粉农药啊啥，因为这水质一直拢变歹去，所以阮这个课程就是讲，咱这学生如何去照要生态调查的部分，去了解讲，咱这个水池啊，是毋是水质已经变歹去？德东社区表示，水质的好歹会当为水池啊有啥物生物来观察。过去山花边定看到的三界牛仔、牛屎节啊，因为种植方式改变，即阵愈来愈少啊。希望透过课程，互众人了解水污染的议题，进入台湾水环境的生态。记者杨淑晶中华报道。若讲到热人要去倒酸水，可能真侪人拢会想到垦丁。不过，大部时有消费纠纷，有厂商表示，因为社会观感无好，连带影响到当地。那这几年有一寡在地业者开始推广自然含人文导览，希望会当来改变垦丁的观光形态。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垦丁的观光转型。若讲到垦丁，真侪人拢介意去遐佚佗旅游，有海基啊、通好生水，国家公园嘛有丰富的自然生态。不过，因为当地实在是伤过出名，常常防放大来检视，亲像出现假释的纠纷、南湾租户线问题，还有饭店业者乌白涨关价，拢互当地产生袂少负面的影响，甚至互消费者感觉讲，准若要去垦丁，阁不如出国安尼佚佗加较省。垦丁较早才有300-400担，只有1担无好，2担无好，就叫我们讲甲规条街啊拢无好，敢若阮是黑心的无好。这嘛是一种霸凌嘛，无介好，嘛有介侪人介认真咧做生意，嘛有介认真咧顾伊的品质。垦丁伫国内真早就开始发展旅社客栈。根据屏东县民俗协会的统计，目前合法登记的就大约1500间。不过，这阵旅游形态在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嘛拿来拿多元，经营者必须得爱会好变巧，才有法度伫咧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拼出一条生路。协会常常会开教育训练的课程，然后针对不一样的领域，我们会给大家吸收不一样的知识。2012年到2017年，有真侪中国来的游客拢会来台湾佚佗。垦丁的旅游起草有影讲是抢滚，落尾因为政策的关系就消风啊。到2019年，因为疫情全封锁，咱国国内旅游是高兴起来。不过疫情结束啊，人潮煞对咧无去，要安怎找出路？学者建议观光业者就爱长远改变一下思考，爱想讲安怎互游客留个较久咧。咱希望讲一个所在诶观光发展了好，毋是讲游客来1-2天，上少是3天，若较长的可能是5天。所以这对地方的这个发展来讲，伊较是一个较长期的效益。恒春半岛的观光问题是台湾旅游起草的缩影。观光署话讲，今年要拼1000万的国际游客来台湾佚佗，要安怎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活化国内旅游的形态。咱的政府应该爱认真思考，看要安怎提出适合台湾观光发展的策略，才有可能改变困境，甲咱宝岛的好山好水推展到全世界。记者吴定武、林建如，屏东报道。
明仔载因为方面通过中部以北是会落地渐好，另外西南风变强，亲像讲伫咧桃园新竹县市苗栗，也个有台中，也个有咱的外岛、兰屿列岛，拢有发布中强风特报。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3度至32度。中部地区24度至32度，南部地区23度至34度，东部地区23度至30度，外岛地区22度至28度。过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等来网》，明仔载咱同一个时间再会。丰富的大自然，舒适佮适合度假的所在，这是垦丁，是台湾人上爱的旅游景点。